来看总统赖清德昨发表头一场的团结10个演讲的第一场，在野党是质疑讲，这是为着罢免在做讲。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今仔嘛批评讲，内容是真空洞哦。中选会嘛已经公告讲，2040个哪位罢免案成立了，7月2日特别投票，各有2案第审查，5案需要来补件。罢团今仔是表示讲，应该拼理解的补件。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民嘛预测讲，第二波罢免的7个立委哦，会伫8月23来公投，甲8月23公投会同一日来举行。冲补件五区全过。全台湾各地针对国民党立委提出罢免案有甲31席，第2日中选会公告24席拿赢立委罢免案成立，会伫7月2日来投票。除了南投马文君甲尤浩这2案，还佫伫咧县选委会补件审查当中。当伫咧补件期间呢，包括台中颜宽恒、杨庆英、江启臣、甲新德县林书明，还佫有新北路明在等5案。罢免团体早起召开记者会，要拼第2阶段补件。到现在留下来还在补件的中巴，其实真的就是最艰困、最吃力的地方。中巴呢还缺了1500份，才有办法可以送件。各委员也会在他所属各地的这个地检署去提告，正式告发这些大团，他们伪造甚至死亡联署。国民党团质疑讲，第1阶段提议，第2阶段人数中和的比例悬嘛要提高。针对罗总统2日发表头一场的团结10讲，在野批评讲是为罢免的做讲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讲，无啥物实际内容。大家是非常的震惊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以总统的高度，竟然发表这么空洞的演说。与其讲空话、讲实验，不如认真好好做一次实事。拿赢立委反罢免，要拼7月2日投票进行修法，推动民生法案，包括普发现金。不过，却有郭建民批评讲是违法违宪。普发现金是民生法案吗？普发现金是违法违宪的，那国家钱去为了怕被罢免，哪就会危险嘛？我们大概在7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处理普发现金1万元，所以我要问民进党，你们是不是要继续的打？反在大罢免，希望提悬投票率的选情之夜是真关键。国民党按算伫咧7月25举办造势，也若开刀是大家拢想要争取的地点。郭建民佫一个预测，第2波罢免的7个拿赢立委会和8月23公投白做伙同一日投票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